我以阮的心深深来敬拜你。我要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圣神，甲阮三甲之地，互阮伫今仔日的礼拜会当诚做上帝你的祭司，亲像以色列人进入圣殿的事。上帝你设立利未人，设立祭司，诚做圣殿的服侍，你的奴仆，也引带众人来到你施恩座前。愿阮今仔所吟的诗歌，会通摇动阮兄弟姊妹，通深知圣经所甲阮讲的福分到底是甚物。愿主你通过圣神的帮助，互人毋是干那听到人的言语、文字，更加要紧，互上帝你的圣神将这种的祝福，就深深放伫人的心内。对阮即阵人开始，主啊，阮要先诚做一个受祝福的人，然后阮的身边的人才要相信讲，阮甲因讲耶稣有偌好。主啊，当阮也要甲人讲耶稣有偌好的事，人就知影因这人实在是有福气的人。主求你施恩赐福，虽然阮未堪得，阮嘛无啥物种的条件通甲你要求，但是上帝你所施恩的福气，就是要互白白，互世间人来得到。主通过今仔日的服侍，领诗抒琴、敬拜赞美以及圣歌队，甲阮诗会的长老，阮恳求天父上帝，互阮伫今仔日，阮所发出的声音会当进入到人的心会深深的所在。愿主你的圣神伫阮中间运行，来祝福基督教所有性命。阿门。大家平安，平安。阮这会用敬拜心来求遇见你。
动摇。你与我同行，你爱我到底，这一生有你真好。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量给我的地界，收落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你是我的主，好处不在你以外，遇见你我就遇见幸福。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放下忧虑，放下重担，因为你说，凡劳苦重担的人都可以到这里来。你是每个人的救主，感谢主赐予我们平安喜乐，让我们生命不再一样。遇见你就是我们的幸福。当我遇见你，使我夜间歌唱，超越一切环境，看见你的同在，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却能安然居住。你是我至宝，我最深的喜悦，全心仰望依靠，我不知动摇。你与我同行，你爱我到底，这一生有你真好。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量给我的地界，收落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你是我的主，好处不在你以外，遇见你我就遇见幸福。在你面前，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你给我的地界，坐落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你是我的主，好处不在你以外，遇见你我就遇见幸福。让我们一样再用敬拜的心，让我们一起来唱《唯有耶稣》。耶稣，你呢？是瞎眼看见。耶稣，你呢？医治伤心人。耶稣，你有权柄施法，叫不可能变为可能。耶稣，你呢？是瞎眼看见。
权柄释放，叫不可能变为可能。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叫狂风雨浪平息，他能赦罪牺牲祭。耶稣无能与你相比。马太福音第19章第26节说：“在你不能，在人不能，但在上帝凡事都能。”耶稣，你能使瞎眼看见；耶稣，你能医治伤心人。耶稣，你有权柄释放，叫不可能变为可能。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叫狂风去浪平息，他能赦罪牺牲祭。耶稣无人与你相比，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叫狂风去浪平息，他能赦罪牺牲祭。耶稣无能与你相比，耶稣无人与你相比。让我们一起用祷告的心来唱《你的恩典够我用》。无欢喜已经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无欢喜已经实在，你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不比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的胜。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遇见了你，让我们可以领受你满满的恩典。虽然我们有时候会因为生活中的挫折、压力而失志，但是你总是会用你大能的右手扶持我们，安慰我们，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到主的力量。主啊，
谢谢你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奉主耶稣的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请咱准备心来礼拜。请走吧。万军的耶和华，你徛起的所在怎样才通意爱？我的心神愿望耶和华的殿宇到分去，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我的上帝求救。以色列啊，恁着仰望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有慈爱，
伫伊有丰盛的救赎。世间情人拢着恬静，偏心行伫面前。无伫赶入世间小事，人分别你心事。上帝感应伊的圣殿，咱着敬拜敬天。请咱做伙来吟圣诗41首，恁着感谢主耶和华，请起立吟全首。请咱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场比勒多人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倒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对遐倒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倒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请咱做伙来启用，咱来看启用文第一篇。无行歹人的计谋，无徛罪人的路，无做侮慢人的位。即号人有福气。伊所欢喜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明日善事的，也是伊的律法。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是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必尽亨通。歹人毋是安尼，是亲像土坑，互风吹散。
所以伫审判歹人徛袂牢。罪人伫义人的会中也是安尼。因为耶和华在义人的路，若是歹人的路话别无。接续，请咱再来吟圣诗250首。救主耶稣万福本愿，请咱一个吟传首。请咱做额头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亲爱的主，你是疼的源头，求你的疼来充满阮，互阮脱离自私的本性，学习你的疼来疼别人。主啊，感谢你的拣选，互阮会当争找你的囝儿查某囝，这是阮生命中上大的福运。阮要感谢主。互阮真侪得到教会一份子，阮深深相信，这毋是偶然，乃是主你伫阮生命中有你上美好的计划甲祝福。恳求主帮助阮决志，尽心尽力尽意投入教会的侍奉，是照主所赏赐，互别人无共款的恩赐，完成主所交托各种的任务。来拢神益人，更加恳求圣神帮助阮了解，阮的侍奉怎样，毋是看阮对侍奉中得到啥物，乃是看阮愿意为着侍奉主，阮愿意付出偌济。恳求主帮助阮更新阮的心思意念，互阮会当勇敢大胆去担迄个主你所要赏赐互阮。丰盛人生的应允甲祝福，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的名。阿门。阿门。
请咱做伙来恭守上帝的话。咱先来看旧约圣经《申命记》30章19节。我今仔日叫天叫地对恁做干净，我用生死祝福咒诅摆咧伫你的面前，所以恁着紧活命，互恁甲恁的后裔拢会活地。接下来，咱再来看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5章34节到40节。迄时，王要甲正平的讲：恁对我的爸得到恩典的，进前来先接国，就是对创造世间以来甲恁陪伴的。因为我枵，恁捌互我食；我喙焦，恁捌互我啉；我出外，恁互我住；我脱目体，恁互我穿；我破病，恁看顾我。我伫家里，恁来找我。迄时义人要应伊讲：主啊，愿什么时阵看你枵来互你食，喙焦来互你啉？什么时看你出外来互你住，脱目体来互你穿？什么时看见你破病，也是伫家里来找你？40节，我要应伊讲：我实在甲恁讲。恁既然惊伊伫我兄弟姊妹舍的一个，就是惊伊伫我。阿门。讲道掠条真福本源，请曾牧师。所听下这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万管能的上帝，阮聚集伫你的圣殿，阮来敬拜你。伫敬拜的中间，阮心中有期待，阮期待阮会当伫你的手中来得到生命、活命、甲幸福。至圣的上帝，恳求你甲阮三甲地地，互阮伫你的至圣所内底，听你的话，捌你的道理。得到圣神的帮助，清去阮的心，互阮真做清气的基督徒。至圣的天父上帝，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的圣神降临伫阮的中间，特别是稳定每一个阮所听兄弟姊妹，互阮每一个人拢真做幸福的人。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互阮无一个人是例外欠缺，阮每一个人拢充充足足来得到主你施恩赐福。阮伫你的面前，同心恳求，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至圣的天，也这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带着祈祷的礼拜，牧师恳求天父上帝，互咱的教会成做一间有幸福的教会。愿天父上帝的圣神，甲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三甲地地。今仔日个圣经有两段，这两段圣经拢甲活命有关系。第一段是咧讲起摩西，伊得到上帝的感动，伊真心中甲伊的兄弟姊妹讲一句话。这句话圣经安尼记载讲：我仰着天，仰着地。圣经的意思讲呼天唤地是中文的翻译，但是伊原文的意思就是我用指头指天指地指天指地，意思就是我心中就抓甲恁所讲的话。愿天父上帝的圣神甲咱三甲地地，今仔日愿摩西伊所传达上帝的话会当降临伫咱所有兄弟姊妹咱的人生的中间。现在你感觉我有听有悠无？若是咱家己的囡仔，伊出世伫咱的身边，无有一个保姆无仰望伊一生幸福，对无？兄弟姊妹，咱的天父上帝敢无仰望咱在座每一个伊的囝儿，拢过一个
受祝福的人生。今日圣经讲生死祸福，这就是摩西甲伊的以色列百姓所讲。《申命记》第30章内底出现两摆，我按天按地，我按上帝来宣告。以上帝所讲有关着一种人生中间上要紧的道理，就是人活伫这个世界是为什么？人一生死了后会怎样？这叫做生死。佮后来伊咧讲起祸福的意思，就是讲人要怎样才做一个幸福的人？人要安怎闪避迄个咒诅？今仔祸福伊甲翻译做幸福甲咒诅。所以，爱弟姊妹，咱活伫这个世界，有时咱唔知影，迄个试探临到。亲爱弟姊妹，人咧做，上帝咧看，你知吗？愿咱伫天父上帝的祝福的内底，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亲爱弟姊妹，愿上帝伊圣神亲自将这个生死祸福，这个真要紧的生命的道理讲互你听，也愿你有能力。照上帝的要求，活伫伊的道理的内底，一生照伊的准绳行伊的路。所以，爱弟姊妹，人咧做，上帝咧看。今仔日第2段的圣经是记载伫马太福音第25章。这段圣经伊是咧讲起什么咧？这段圣经咧讲起将来后日有一个人的世间，就是上帝所赏赐咱，就是天堂永远的画面。所以这段的故事头前咧讲起，耶稣讲一个譬如讲，有10个查某囡仔，圣经改叫做10个童女。这10个查某囡仔是做判出来的，就是因一生咧期待一个喜事临到，就是一个囝婿，伊对远远的所在，伊来迎子迄个婚姻，都会到伫伊的厝。所以这个故事咧讲起5个有准备的，5个无准备的，你会记迄个故事无？举一个灯笼，久久咧听候这个囝婿倒来，但是因为时间有牵线滴到因的灯笼，迄个油灯，有个人的油无够，但是有5个真巧气的查某囡仔，伊为着惊无够，所以佫有炸一点点的油来做补充。伊咧讲有准备的人伫将来，伊就要得到这种的机会，参与伫上帝祝福幸福的人生。所听的姊妹，今仔日对这个10个在色女的故事后壁，耶稣接续着讲这个故事。伊讲有一日，恁到天堂的时，你会看到我。伊讲王要对伊正面的人讲，这个王就是咧指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圣子弥赛亚。所以今仔日我伫你面前，甲恁讲这个天堂的福气的故事。明仔日我要伫天堂等你。当我等到伫天堂的时阵，我就是恁的王。我伫伫上帝的施恩宝座前，我知影恁中间什么人有照上帝的心意来过信仰的生活。上帝对义的人，王对义的人讲：进前来领受祝福。所以，你姊妹有一日咱拢要到天堂上帝的面前，毋是咱拢会当进天堂。你讲敢袂？我已经信耶稣，也即主耶稣讲，叫我主啊、主啊、主的人，无拢入天堂。幸福有因果关系。你牧师基督教讲我咧讲因果，也即有。逐种的宗教拢有讲因果论，但是咱伫教会内底真少听到教会甲牧师咧甲咱讲因果的关系。因为今日圣经有一句话温藏伫这个故事的中间，伊讲：主啊，我什么时阵看到你咧？我什么时阵看到你？人常常是无知，咱知甲毋知，看甲无看到，人生真紧就过去。但是这个主人甲伊讲，因为我枵的时阵，你互我食；我嘴大时，你互我啉；我赤身裸体时，你互我衫穿；我破病时，你来甲我看。你将这种的怜悯的心，放伫你身边内底迄个至微细的一个人，
就是做伫我的心上。这是毋是因果论？因为咱听咱身边一个软弱的人，上帝讲：你所做怜悯的听，就临到伫咱的中间。亲爱的兄弟姊妹，咱的教会对2月今年开始有一个新的查经的主题，叫做把扶。今日圣歌对所甲咱吟这条诗歌，就是咧讲起幸福。因为安怎，你就安怎。心内爽享的人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清心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看见上帝。所听的弟兄们，有因有果。所听的弟兄们，咱伫上帝的面前咧学习一个真要紧，就是我要怎样才做一个幸福的人？有咱爱学的功课。第一个功课就是咱心中相信有一个上帝，伊会当祝福我。我爱相信这个上帝，我会敬畏伊。一个人会当伫上帝的面前来领受这种的祝福，是因为上帝伊是一个施恩赐福的人。所以兄弟姊妹，伫今仔日的礼拜，牧师要甲咱做伙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掠条万福本源”，掠条活命真正幸福。咱伫这个世间有时，咱虽然有道理，但是人伫不知不觉的中间，到最后，咱嘛毋知影什么是祝福，什么是咒诅。今日这段话咧，甲咱讲：主啊，我什么时阵无看到你？我什么时阵无互你衫穿，无互你水啉，无你腹肚，也无互你食咧？我什么时阵看见你？什么时阵无看你？亲爱的姊妹，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上帝的圣神甲咱三甲伫地，帮助咱，互咱伫伊的怜悯甲帮助的中间，咱对上帝的话来得到帮助。牧师伫今仔日有3个真诚恳的3句话，要甲咱讲。第一，真真正来领受上帝的话，因为上帝的话就是幸福的锁匙。牧师真盼望，因为我听有悠悠，所以7交代8交代，伫因成长的过程顶悬，我甲因讲真侪我感觉真重要的话。亲爱兄弟姊妹，我嘛真盼望，我对上帝所认捌、所得到的祝福，我嘛会当讲互咱听。亲爱兄弟姊妹，我每一摆的礼拜。我的每一摆，咱做读圣经，牧师会当清楚将幸福的道理来讲互咱听。求天父上帝帮助。所以今仔日的礼拜第2个，牧师要真诚恳甲咱分享一项，也提醒咱：做一个基督徒，你毋是自然而然，你就会当得到幸福的人生。你讲上帝该遐人小气？伊就互我就好啊！咱做一个基督徒有真侪人生的功课爱学。今日圣经有讲，什么人会得到，什么人未得到。咱看到咱周围的人，咱心中有道理，但是视而无睹，对无？今日故事咧讲起，你看到迄个颂扬的人，但是你有看到甲无看到？你无有真无行动，主讲你离开我。今仔日这个恩赦你无份，所以今仔日这两段圣经咧讲起，就是一个基督徒伫幸福的中间，人的人生真紧，不知不觉10000年就过去。所听的姊妹，愿今仔这句话是对你所讲，就是主耶稣基督当有一日咱伫天堂甲伊相见面的时，主耶稣讲：入来，真正来承受。挑一句话真要紧，这个话叫做承接。承接领受上帝的国，因为这个是对起头就为着恁所准备的。所以，兄弟姊妹，咱来到上帝的面前，受称最有福气的人，愿咱伫做礼拜的时阵，咱承接到第一，这是上帝的圣神，伊甲咱三甲伫地。上帝的圣神若踮伫咱的内底，咱就得自由；上帝的圣神若踮伫咱的内底，咱就得清洁的心。咱这基督徒无一定有离开引诱的能力，
咱做基督徒需要依靠上帝的圣神，当引诱临到的时阵，咱才知影这通，这毋通。亲爱的姊妹，原来有一日伫天堂相见，咱拢做伙。咱无一个人，互天堂的天使讲，今仔日你袂当入去，因为你没有一张邀请卡。愿天要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主耶稣讲，主啊，求你怜悯帮助我。幸福有伊的条件：第一，敬畏上帝；第二，照上帝的话行；第三，以尊主最大，有信心的帮助。幸福的人有伊上帝的眼光，伊会当知影要做什么，甲毋做什么。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来到主的面前，因为主所看。甲咱所看无共款，世间人的眼光常常是看悬无看低，但是今仔日圣经甲咱讲，上帝看卑微的人做伊的宝贝。中文叫做很吊诡，对无？恁有感觉无？多数人拢嘛看悬无看低，为什么我的上帝教我倒边看？主讲，既然因为我的名，互迄个弱势者、软弱的人一喙水，水敢无遐尼简单嘛？但是毋是迄喙水的问题，是迄个怜悯的心。亲爱的姊妹，原咱伫主的面前，咱知影道理。原来上帝讲，我的道路悬过恁的道路，我的念头悬过恁的念头，就亲像天悬过地。原咱听道理，咱捌道理，行道理。听道理的人爱行道理，若无有一日咱到天堂，耶稣讲：我咬喙焦的时，你为什么无互我食，无互我啉？咱要甲伊英语叫做argue啦，就是讲伫遐争论讲，我什么时阵无看到你？我什么时阵看到你无互你啉呢？因为我根本就无看到你。亲爱的姊妹。求圣神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通过这个话，咱来认真伫咱的一生中间。所以第三个提醒甲警醒牧师的邀请，就是望望遐的姊妹，咱心中伫咱家己做基督徒的身份，有人看，无人看，咱拢是基督徒。你愿意吗？求主帮助咱，伫任何大小事顶悬。咱拢心中用上帝的话，用爱做小事。今仔圣经最要紧的讲起一个，就是用疼心做小事。伫人看做微细、无重要的代志，但是上帝常常因为人怜悯人的心，因为伊讲怜悯人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怜悯。所以，弟兄姊妹，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知影今仔日牧师所代表宣读解说讲这圣经的话，这个上帝，伊有手中有能力，通祝福你，但是伊的手中嘛有能力，甲伊摕倒倒来。兄弟姊妹，敬虔、认真，心中过基督徒的生活。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伫地，因为拼空家己虚心的人的意思。真正的意思就是讲，伊为着要得到更较好的祝福，伊将这个杯仔内底的垃圾给倒掉，拼空伊家己内底，将伊用家己最中心的这种的思想，请一边，互上帝伫伊的心内有空间来做工。所以，弟兄姊妹，你若愿意，邀请你拜六延暗，拜六下早，咱有2场的查经班。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伫地，这个话拢是我常常爱甲有友友讲的话。这个话我嘛期待有机会甲在座所有的青年讲。会安前意，虽然刘一鸣已经无伫咱教会，咱欠一个事情，但是将上帝互恁的恩赐献予上帝。为上帝做工无空空，爸爸妈妈栽培恁的教育，互恁学音乐、学琴，
目的毋是要炫耀恁有一种才艺，是要互恁做上帝的工人。亲爱的姊妹，上帝的福气大到拄天，所以伫今仔日的第一个主题，牧师要甲咱所讲的，就是掠条福气本源。拄则牧师甲咱解说讲，上帝的福气通过伊的奴仆所讲的话。今仔日伫申命记30章，摩西对以色列人所讲的话，掠条上帝所赏赐的福气，遐这个用认真祈祷的心思考。什么是上帝甲摩西讲生死祸福？那你姊妹，你敢有圣经的话，通甲你的囝讲，囝毋通行这条路，因为这条路是通到死亡的路。毋通甲上帝讲，我都甲伊讲，伊都无爱听。囝若是你的，拼命嘛爱甲伊带倒来。所听的姊妹，是有时咱的囡仔无爱听咱所讲的话，但是有一个有智慧的妈妈，伊讲每一摆我若讲互我的囡仔听，伊无爱听，我拢讲互上帝听。你知影迄个意思吗？主啊，我的囡仔听袂落，我讲互你听，请你讲互伊听。啊，这你相信这种祈祷上帝会听吗？愿天要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掠条幸福。摩西今仔所讲的生死祸福，什么样的道路是通到祝福？什么道路是通到咒诅？愿咱伫天父上帝的面前，咱恳求天父上帝来帮助咱。咱人伫主的面前，咱领受伊所予咱的一生中间的迄个幸福。伫伊的面前，咱领受上帝所赏赐咱的祝福。第二，牧师要甲咱做伙分享即个耶稣所讲天国的福音的即个道理。到底这个天国的道理是甚物？伫咧今仔日咧讲起两种人，一种的人就是看见，伊虽然看起来外表毋是上帝，但是依照上帝的心意过伊的人生，所以后来伊就承受上帝的祝福。上帝讲好，伊就做好。上帝爱伊行怜悯，伊就用怜悯的心来款待人。这种的人叫做听有听见，看有看见。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因为这种的人到最后，伊的生命结局就是承受上帝对天人来，伊甲伊讲：请你真正来，我要赏赐你对上帝创造天地以来的国。兄弟姊妹，百户内底咧讲的百户，最重要就是用上帝国的福音做主题。伊讲天国是因的，因为因要看见上帝，因为因要受称呼成做上帝的囝儿，因为天国是因的。也所以你敢知影百户的意思就是安尼，毋是将来迄个天堂，是此生此世伫咱的人生中间。教会常常有一种的无奈，亲像摩西所讲，毋是摩西，是必定。伊讲金银我拢无，但是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互你爬起来行。教会无拄拄是一个大财团，所以常常拄着兄弟姊妹会软弱的时阵，有时无真正有迄个能力，伫物质上、伫金钱上、伫各方面顶悬，来成做一个慈善机构。互人伫物质的顶悬来得到完全，但是教会是一个会当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互人爬起来行，迄是啥意思？奉拿撒勒人的耶稣的名，互人爬起来行的意思，就是互迄个人伫背叛的中间，真侪有能力活落去的人，咱若爱来爱去。你若爱想到咱教会有一个兄弟叫做庄仁聚，庄仁聚有真大的困难，就是有幻听有幻觉，但是伊是一个真巴结，做清洁的工作，有做工才有饭通食。伊靠着伊无固定的这个工作，
伊所带的身心障碍机构咧安排伊帮助伊，互伊有食，互伊有住，安排伊有就业的机会。这个兄弟逐日拢甲我报告讲，明仔载我休困，明仔载我要上班。安排我工作的工头轮班，伊甲我讲啥物？伫暗时要困的时阵，伊会甲我讲牧师晚安。遮尔辛苦的人，伊就遮尔勇敢活落去。所听的姊妹，福音是要互人有能力活落去，毋是伸手亲像乞食，对人来得到帮助。所以上好的帮助毋是金钱，留互你的囡仔上好的财产，嘛毋是田园厝体，留互你的囝儿上好，就是尽捌生死祸福的经历。这是一种关键性的智慧。所听的姊妹，但斗阵遮侪年，你对圣经的话，敢有得到帮助？我知影我是一个能力有限的牧师，因为我尊敬真侪牧师，因对圣经的学问，因对真侪圣经的解说，甲因伫属灵的经历顶悬，比我更较深沉。也因为因互我尊敬，所以望我伫恁的身边，我嘛会当做担保，亲像因所做的工作。除了这个原因以外，我相信我做未来的工作，我背后的这个上帝，伊会为恁做，恁相信吗？亲爱兄弟姊妹，有真侪工课，我甲陈牧师嘛无拄有能力帮恁做，但是阮拢相信，我的脚趾边后面，迄个找见我的上帝，会通为恁做，恁相信吗？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甲主讲，主求你将你的话讲互我听。我无爱做一个听无见，我看袂着。主求你将迄个特地上的敏感、甲敏锐、甲灵敏的心，放伫我的生命中间。互我因为你的听会改变，互我因为你的听会改变，我的听无出伫勉强，是自然而然。互你的清气想进入我的生命中间。所有的无好的物件、念头入到我的时，我知影什么会使做，什么袂使做。所听的姊妹，牧师毋是受气，甲恁讲这样的话。牧师是真期待，咱做在座兄弟姊妹，咱无有一日伫上帝的面前失去这种的祝福。说顺有一日，上帝真歹。伫天堂的宝座前，甲咱讲，你出去，言语叫做 get out。你敢相信上帝讲这个话？耶稣伫今仔日个圣经中间，伊的第二个就是遐个无灵敏人的心的时阵，伊讲迄个王要甲伊讲，你出去。教会无管理讲你出去。教会嘛无管理工做审判，但是兄弟姊妹，幸福甲咒诅今仔日写伫圣经的内底。愿咱帮助咱听道理、接受道理、欢喜道理、享受道理，也活出来上帝所予咱道理。也这你看见上帝啊妈，一礼拜有一个大学的教授。来甲我谈，来讲起一寡活动。伫咧聊天的中间，伊讲我伫美国的时阵嘛有去教会，我嘛做基督徒。但倒来台湾了后，因为阮的工作我拢要举香拜拜，所以我就搁恢复举香拜拜。聊天的中间，伊问我讲：牧师，你敢捌看过上帝？你敢捌看过耶稣？我甲伊讲，我毋捌看过。其实阮咧聊赶鬼的故事啦。伊的意思是讲，牧师，你敢捌会看到这个灵界的事情？我毋捌看，但是我相信。我讲赶鬼较简单，
精神疾病较困难。你听我说意思吗？真正一个人然后写心负心，鬼容易赶，但是一种鬼叫做不输鬼，迄种鬼上歹赶。一个人若看到无好的电脑出现的色情的图片，伊继续看，迄种的鬼上歹赶。所听的姊妹，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咱虽然无看见，但是咱的心中有看见。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的中间。另外一个人，伊讲：主啊，我什么时阵看到你枵喙焦，无互你食，无互你啉？我什么时阵看到你艰苦软正，无服侍你咧？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这个礼拜，咱伸出手祈祷的时，上帝开始教你全备的福音。兄弟姊妹，来教会年主无代表你对圣经的认捌是完全的。你要爱认捌圣经的道理，你需要用代价，你需要参加，你需要读圣经，你需要受教育，你需要参与伫这个信仰生命的进步的工作。毋是一摆礼拜讲道短讲道篇，就当帮助咱了解整个完整的福音。我真正感觉，36年还无够格，我将整个完整的圣经伫讲台顶悬讲到清楚，互所有兄弟姊妹生命拢成熟完全。但是求天父上帝圣神帮助咱在座兄弟姊妹，因为今仔日咱所听到圣歌伫所唱这条诗歌，伊讲枵喙焦的人，枵喙焦翕无义的人有福气。枵喙焦翕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上帝是因的，因为因要得到巴掌。愿咱伫天父上帝的面前，咱甲主祷讲：主求你大大赏赐我。所以一个人要幸福，上少爱有3项代志：第一，爱心中你甲上帝的关系；第二，爱心中你生活的态度；第三，爱知影你来到这个世间有你的责任。我阁讲一摆，咱甲上帝的关系亲密，会影响你得胜的溃烂。咱甲上帝亲密的关系，会真侪咱的力量，嘛会真侪咱的保护。因为当圣神踮伫咱的内面的时阵，任何引诱，上帝拢会保守咱。咱甲上帝的关系若离远，就亲像咱离开蜡烛愈远，迄个光就愈来愈暗。你甲上帝的关系就亲像爸囝的关系。所听的姊妹，咱甲上帝的关系若亲密，咱的力量就哪加天。第二，咱听道理了后，最要紧就是互迄个道理的话变做你的心思意念，变做你的态度。或者听道理若无行道理，今仔圣经讲，最后伊的结局就是无彩工。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第三，伫今仔圣经中间，耶稣所讲，恁囝若做伫一个弱势者，恁中间兄弟中间最微小的一个，就是做伫什么人的身上？做伫耶稣家己的身上。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拢为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将即句话记伫你的心内。囝若做伊伫我兄弟中至微细的一个，就是惊伊伫我的身上。所以，兄弟姊妹，愿咱认捌，什么是上帝看做宝贝？咱看做宝贝，无拄拄上帝看做宝贝。咱看做无路用的，咱看做看袂起的，但是上帝看伊做宝贝。愿咱伫主的面前，咱求天父上帝伊会听，通过圣神，圣神将天父上帝的听，亲像落雨水灌入伫咱的心内。圣经讲，圣灵将耶稣基督长阔高深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你会记得迄段话无？圣神将天父上帝
将耶稣基督长阔关心的听，亲像落雨水灌入伫咱的内底，咱的听都无出入勉强，是自然而然。愿主帮助咱，互迄个福音成做咱的福音，也愿咱的教会，咱拢是未死的人，咱在座每一个人，拢是未死的人。咱也因为咱彼此的相听，这间教会要成做特别的教会。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因为用爱心做小事，是伟大的人才会安尼讲。伫恁所认捌的喜乐阿嬷就是安尼的人，喜乐阿嬷就是安尼的人。伫我也未认捌喜乐阿嬷以前，最影响我最深的两个人，一个叫做圣法兰西斯，一个人的名叫做马德特丽莎。这两个人拢是历史上欢喜为着别人来牺牲伊家己。伊学习着一项，互人比甲人体更较有福气。愿天父上帝将伊的丰盛的活命放伫你的活命中间，就亲像1000年前，伊将这种的感动放伫圣华兰西斯伊的内心。圣华兰西斯的改变是因为伊罹患一个很严重的忧郁症。伊伫十字军东征迄届的战争中间，看到太侪生死的战争。人类会问讲，为什么宗教是好，但是却因为宗教的缘故互相伤害。圣华兰西斯因为伊有迄个责任，伊是一个贵族的后代，所以教会的差派伊嘛参加迄个十字军东征。伫迄个战争的中间，失魂落魄，对耶路撒冷，佮倒来到伫伊的故乡。有一段真长的时间，亲像无魂的稻草人，完全失神。但是上帝圣神重新充满伊了后，圣华兰西斯改做一个足大的头棒的人。有一日忽然醒起来了后，那亲像起笑，伊走去因兜的仓库，就是伫迄个监牢、迄个城堡的顶尖的这楼顶，伊将因爸爸的仓库内底所有金银财宝，甲因内底所有上贵重的物件，对迄个城堡的上悬的所在，迄个窗仔口，拢澹落楼骹。规庄头的遐送向人捡到欢喜甲。因爸爸对外口听到骚动，就是真大的这会大声，逐个人在喜欢的声。伊走倒来到因兜，发现讲因后生徛伫顶悬，咧等伊的仓库的财宝。伊的老爸3步做2步，3步做1步，走去顶悬，甲伊揪咧，甲伊拖去教会的神父的面前。伊讲：阮囝富贵负心，求你帮助伊，伊咧起笑啊！伊囝甲伊讲：爸爸，今日来斗阵。因爸爸起一个力量要脑充血。当伊伫迄个中间咧争论的时，伊的爸爸甲伊责备。伊讲：你身躯所穿的，你所有的一切，包括你的姓、你的名，拢是我予你的。你敢知伊当时安怎做？伊伫迄个时阵无受气，伊忽然醒起来，伊将伊所有的衫拢脱落来。伊讲：爸爸，这是你予我的衫。我今仔将你所予我的一切，都献予你。我嘛将你予我的名，就是我姓曾，你也姓曾。我将你予我的姓，我献你。对今仔日开始，我只有一个老爸，就是天顶的上帝。兄弟姊妹，望这个故事，毋是帮助咱起笑，望这个故事帮助咱生死。祝福、救助，真正的价值伫什么所在？最后，牧师想要甲咱分享的，提醒咱，着警醒过基督徒的生活。咱暗暗做的代志，上帝知。咱已经失去一个兄弟，求天父上帝，互咱的教会无搁再失去第2个兄弟。这个兄弟。伫要领受神圣的这份的事，
伊甲牧师伫即个所在使用。兄弟姊妹，这是牧师心内上疼的。咱怎样敢伫上帝的面前就假抓？至圣的上帝是目睭紧紧咧看。因果论伫各种宗教拢有，但是牧师要甲咱讲，基督教的因果论甲所有宗教最大的无共款，就是人若悔改，伊要得到赦免。所有的宗教因果论，无一个宗教亲像基督教，亲像上帝伊安尼英文讲，既然有人伫耶稣基督内底，伊就是新创造的人。其他宗教拢讲的因果论，就是你去轮回，然后后世人你做好人，你就慢慢变好。但是基督教所讲的因果论是，因为真理来得到活命。因为相信来得到救恩，所以兄弟姊妹，愿今仔日的圣经牧师讲无了的话，会当提醒咱。主带你来到伊家己施恩座前，互伊明白，伊毋是要责备咱，伊是要听咱，要怜悯咱。愿你听到上帝的话讲，进前来。伫我的面前悔改，我会将新的新天新地新的救恩赏赐予你。求主帮助咱，因为上帝伫咱每一个人的人生中间，拢有伊奇妙的计划，你相信吗？咱的上帝绝对无辜负咱。我真爱一个牧师，伊讲 ：“My God never fails me。”意思就是讲，我的上帝从来未曾失信于我。这是初代教会一个神父，人要甲伊烧死进前，予伊最后一届的机会。你若好认你的主耶稣基督，今仔日就赦你的罪，你免受这个火死刑。伊伏伫迄个火把的头前。伊讲：“我的上帝伫我一生中间，从来毋捌失信于我，我岂能失信于他？”亲爱的兄弟姊妹，咱拢来做上帝的宝贝仔囝，好无？咱同齐来做这个大家庭的上帝祝福的囝。无论你有明白圣经的话，也是也未明白。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最大的心意，就是通过牧师的邀请讲道，咱甲上帝讲：主啊，我需要这种的祝福，主求你，互我进入你的活命中间，因为我相信你要祝福我。伫你还没有行为进前，你先安尼讲，因为我相信你要真做我的帮助。上帝会当祝福，上帝会当收回。求主怜悯帮助咱。有时牧师较严肃讲到这个反省的故事，甲反省的历史，无意思要搁一届来侮辱迄个跋倒的人。但是在哪里跌倒，要在哪里爬起来。兄弟姊妹，在哪里跌倒，就回到哪里，重新过你的生活。教会无审判人的权柄，但是教会毋是含含糊糊的所在。主帮助咱，互咱听道理，互咱实践上帝所予咱的道理。兄弟姊妹，着警醒，因为人咧做，上帝在看，咱当心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怜悯帮助阮，伫这个世间片空阿乐无一个义人，包括你的萝卜，阮何德何能伫你的面前来领受你讲入来，
来承受天国的祝福。因为阮深信，阮靠步，伫阮的软弱，伫阮的不义，阮伫你的面前诚心恳求天顶的上帝怜悯帮助阮。因为阮知影，当阮还未甲你祈祷的时，你就已经差遣耶稣进入阮的活命中。伫今仔这个礼拜，阮用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恳求你，互这个伫天堂伫你身边宝座前的救主耶稣，此时此刻进入阮兄弟姊妹的内心，斩除所有黑暗的捆绑，扫除所有黑暗关系对阮的搅扰。互每一个今仔日伫中间听到上帝你的话的每一个你的囝儿查某囝，重新得到洁净，互阮重新受称做主你的囝儿。至圣的天父上帝，阮敬拜你，求你接纳阮伫你面前的悔改，求你接纳阮伫你面前为着阮家己的糊涂、软弱，主求你帮助阮。伫后来、将来每一日，阮拢会认真敬虔为主你来活。主对今仔日开始到我一生的结束，主阮拢要敬虔认真为你来活。主耶稣，你为阮死伫十字架顶悬，愿阮一生活出你的荣耀，活出你所享受新的活命。主啊，互这间教会成做你的器具，是一个见证的记号。互人伫这个所在找到新的活命、新天新地。主啊，这是阮卑微的恳求，恳求你照你家己的应允，喜乐生死祸福的真理。阮伫你面前同心祈祷，我靠耶稣的圣名，阿门。请咱用圣诗120首来应答上帝的听。求主出声叫我，请咱起立敬全首。求主出声叫我，我
请坐，请咱准备奉献。请坐，平安的请曾牧师。咱来做伙互相请安，咱用这个诗歌来做咱的祈祷。求主耶稣的听，互咱得到快乐。也愿主耶稣以十字架的帮咱。咱脱离黑暗的关系，关系，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进入光明国度。哦，耶稣听
你，我求你，耶稣永远行你。咱当心来祈祷，主耶稣，阮深深感谢你。若毋是你，阮就无有这条拯救的活命。主耶稣，阮深深感谢你。当阮伫软弱孤单的时，你来到阮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当阮今这条时光的时，阮要恳求你，用你的疼来医治阮，无任何无论什么种的软弱、见笑、软弱，主耶稣恳求你用你的疼来投放阮。互阮重新正对上帝所创造天顶的家庭的宝贝仔囝，主耶稣求你临到伫阮中间，用你的疼，互阮的士大人长辈，伫每一日拢自由自在、身躯健康勇健。主恳求你怜悯阮中间老人心灵有动荡。无论什么种的理由、什么种的原因，主耶稣，你用你的疼来医治阮，用你的疼，互阮的心有平安甲喜乐。主耶稣，求你帮助阮出外的囡仔，以及阮山狗伫外地会得长桥。即成的主耶稣，求你互阮伫网络顶悬，亲像伫天堂的礼拜堂内底。天边海角，阮拢同心敬拜你。愿主你的疼运行伫每一个家庭，互迄个家庭因为三疼就幸福，因为三疼就圣洁的生活，因为三疼就上帝你踮伫阮的中间。至圣的主，当阮吟这条诗歌的时，阮嘛为着伫世间中间。也有侪侪阮的厝边亲人朋友，也未真捌你。主耶稣，当阮吟这条诗歌的时，求你甲阮开福音的门，幸福的门，互因甲阮同齐领受对天人来这种的祝福。阮伫你面前同心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咱请这礼拜生日的人来头前，咱来做伙祈祷。咱请这礼拜生日的人来头前，牧师甲恁做伙祈祷。咱嘛要为着伫韩德国的刘玉民，咱做伙来祈祷。活命的主，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得时不得时，你拢是阮的帮助。当阮徛伫你的圣殿前，恳求你的事，求你用油抹阮的头壳。主，你的油不但代表祝福，也代表洁净。至圣的天父上帝，求你祝福所有今仔日生日的人，对阮的世上之事。到刘玉民，到萧朝恩，阁有新宇、永志、光贤，甲孝奇，甲文菊兄，甲大庆牧师。至圣的天父上帝，伫每一个阮教会生日即礼拜生日的人同在，恳求主你填满因生命的杯。主啊，当因还未甲你救的时，主你已经甲伊备办。愿主你用你的油抹因的头壳，互因的杯满出来。当因发出祈祷的手，举起祈祷的手的时，主求你，互因担着杯中稳定的滋味。至圣的天父上帝祝福每一个生日的人，拢互因一份真奇妙生命的礼物，就是主耶稣基督家己的疼稳定进入到因每一日的内底。阮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我给耶稣的圣名。生日快乐！
主愿伫你的面前，为着防止即礼拜所要接受的检查治疗，恳求天父上帝你介三个地地，愿将你的宝贝囝儿交伫你的手。伫阮也未祈祷的时，主你已经听伊的祈祷，求你施恩祝福伫伊的一生，伫伊的灵魂体，拢得到上帝你的施恩。主你伫人的灵魂体顶悬所陪伴的，就是心欢喜、心快乐，肉体安然徛起。主你带伊平安去，带伊平安倒来。主你保守伊，不但互伊有勇健的身躯，阁享受伊有一个勇健的灵魂。主愿伫你面前恳求你祝福伊，也祝福伊的家庭，祝福伊的囡仔。阮伫你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我给他说圣名。阿门。耶稣。咱来请师父来报告，咱请师父来报告。请咱做伙来看周报。顶周的聚会，请咱家己看。本周聚会主日礼拜9点半，伫礼拜堂；祈祷会8点，伫礼拜堂。查经班拜六有2场，早上9点甲暗时7点半伫线上，请咱踊跃参加。圣港后西后礼拜诗会，请林一吉长老领诗要请青少曲、苏琴请陈美秀执事。书宪甲招待，请张谢琼执事甲胡素基执事。爱餐要请尤丽芬姊妹。新安宫读经表，请咱照这个顺序，逐工来读圣经。集体交通第一，10月20，咱的教会要举行中一个改选。教会邀请教会兄弟同心祈祷，恳求圣神赐予咱后一届的中职同父自恶。第二，请为所有女外兄弟健康甲生活祈祷，求主保守大家身心灵拢会当健康，耀华伊烈，温上加温。第三，杨那村植树纪念奖学金的申请，请咱照这个分数较紧达成绩单来交予伊真，伫112学年度第2学期。第四，补充新一届主日学的周末营要伫10月初5开始，就是10月份的第1礼拜六。时间是伫下晡的2点半至5点。请咱大家继续为主日学的事工来代祷。第五，请咱继续为这个生日的兄弟来祝福祈祷。防疫报告，请咱家己看，若有问题，请向会计来更正。内底的事项第一，请咱继续为身心欠安的庄严展达、庄仁基、黄宏仁、受姐、洪其生、庄延昌、丁丽华，以及为教会所有长辈健康平安来代祷。第二，请咱继续为教会青少年身心灵甲课业来祈祷。第三，请咱继续为适婚青年的婚姻来代祷。第四，请继续为出国伫外的青年以先义明、爱玲来代祷。第五，请咱继续为咱的姊妹教会、韩国福林教会、吉吉甲德克达亚教会来代祷。请咱做伙来吟上行圣诗511首，俄勒上帝。歹势。要结婚啦吼，因为男方足疼伊咧，所以要互伊伫教会举行婚礼吼。男方为新竹要来，所以伊伫9点半要举行婚礼啦吼。请咱大家来当参加吼，拢做伙来参加。咱伫后礼拜了。要练祝福的诗歌吼，要练祝福的诗歌。
这第一项。第二项是10月11，迄个拜五吼，暗时8点吼，暗时8点要伫因兜举行家庭礼拜吼。啊，10月12 9点半婚礼了吼，因为男方是伫新竹，所以因会为着配合季华，所以因的喜宴吼摆伫台中，吼摆台中。啊，这个喜宴吼，男方吼准备是照你报名几个吼，去伊会照你报名的迄个名单吼咧坐位，所以爱足正确的报名吼。啊，请咱若有要去台中参加的人，甲亚丽还是甲怡珍吼报名吼，报个以上啊会记咧。后礼拜咱要练迄个祝福的诗歌吼，礼拜了要练祝福的诗歌。请咱做伙来吟上行圣诗511首，俄勒上帝至高至尊。请咱起立，吟全首，吟诗煞请曾牧师祝祷。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主爱、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脚伫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请坐，灭道必会。